大家好啊，我係阿傑啊。今集呢，同大家分享下點樣申請長生津，即係點樣幫香港嘅長者申請生活津貼。幫香港長者申請生活津貼其實唔難㗎，只要跟住以下嘅步驟做就得㗎啦。步驟一，了解邊一種津貼係啱用嘅。香港有幾種長者生活津貼，主要係普通長者生活津貼，適合收入同埋資產較低嘅長者；高額長者生活津貼，適合收入同資產更低嘅長者，金額會多啲㗎。仲有廣東計劃，係俾移居廣東嘅香港長者申請嘅。步驟二呢，就係準備所需嘅文件。申請時要準備以下嘅文件嘅。第一就係香港身份證。第二，最近3個月嘅銀行戶口記錄。第三，收入證明，例如退休金啊、強積金啊等等。仲有就係資產證明，例如物業、股票、存款等。仲有就係住址證明啦，例如水電費單。步驟3呢，就係填寫申請表格。你可以去社會福利署網站下載表格，又或者去區內嘅社會保障辦事處拎㗎。填表嗰陣時要小心填寫個人資料、收入同資產情況。步驟4，遞交申請。填好表格之後，你就可以親身去社會保障辦事處交表，或者郵寄去社會福利署，又或者透過網上遞交，如果有呢個服務嘅話。步驟5呢，就等審批啦。社會福利署呢會審核你嘅申請，可能要求你補充資料㗎。審批時間通常需要幾個星期到幾個月啦，視乎情況而定嘅。步驟6就係收津貼咯喎，一旦申請成功，津貼就會直接存入你指定嘅銀行戶口，通常係每月發放一次嘅。最後有問題可以打電話去社會福利署問，電話係23432255，又或者去區內嘅社會保障辦事處問下。希望呢個流程可以幫到你，祝你順利申請到津貼啊！仲有咩問題？歡迎 WhatsApp 阿傑92450876，唔該晒，拜拜。